立法院本地定初九要來進行國防特別條例黨團協商，說傳出講國民黨團是要求講要延到15還是16。有民進黨的立委是真不滿，質疑講敢是愛等到第10會了後，才知影講要安怎來處理軍購案。也毋過國民黨的立委是駁回講軍購案甲第2文去中國訪問是無關係。另外，立法院長韓國瑜昨嘛鋪文，呼籲立法院應該趕緊來審查總預算案。行政院長杜英泰今仔嘛發文來表示肯定，嘛望講立法院會當趕緊審查。美國參議院夏統派議員訪問團3月30日去中科院參訪台灣家己生產的武器，毋但表態挺台灣，透過國防特別預算提升合作的力頭，嘛講到會敦促美國武器趕緊交貨。因若國防特別條例草案原底4月初9立法院要進行黨團協商，毋過所傳出國民黨團向要求講要甲協商延到15或者是16。我們還是在這邊呼籲在野黨，那不要因為鄭麗文訪中而去改變我們既有的這一個行程跟我們既有的磋商的這個節奏。都已經復委審查，我們大家都有心，趕快把這些經購趕快通過，跟我們的經購的延後是沒有相干的。雖然南亞立委強調軍購案甲國民黨主席第2文訪問中國無關係，不過民進黨立委林楚英質疑講，南亞恐驚是要等到第10會結束了後，才知影要安怎來講軍購。不過前國民黨主席朱立倫認為講，若知影立法院議事的規則，就知影即馬是法案的冷凍期。我想稍微懂一點立法院的議事規則，就知道現在在冷凍期嘛。那如果冷凍期應該可以啟動，應該是4月底以後了吧？國民黨現在擺明了就是要等鄭麗文在4月12號結束習政會之後，才要領完旨意，才知道怎麼樣談軍購嗎？同款嘛，佇立法院卡關呢，還有115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立法院長韓國瑜初二佇人民冊發文表態，對總預算特別預算，立法院徛佇憲法的義務，應當都愛趕緊審議落實監督，而且呼籲行政院以3讀法案來編預算。行政院長杜英泰初三嘛佇人民冊回應講，歡喜看到韓國瑜希望趕緊審議今年度的總預算，這是好的發展。閣一屆呼籲立法院趕緊來審議，而且寬的總預算，嘛強調政府會該用就用，該省就省，珍惜資源。記者綜合報道。